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家見到呢啲卡包，我唔係開封嘅，咁大家呢幾包卡包大家都熟㗎啦，因為我琴日已經介紹咗我要買㗎啦，但係咧因為得一個人買啫，唔係兩個人買，不過佢話唔可以筆斗，咁我算數啦。咁呢3包咧就冇筆斗嘅，就其中一張有 X 啦，咁一個卡嘅套裝啦，跟住介紹一包呢個日版白卡包咧就15張嘅，然後港版白卡包10張，然後必閃日版卡包8張，港版必閃卡包5張，咁呢度就105蚊，105蚊針工。一張筆斗加張積分卡，係嘅，係啦，跟住一定要喺彩虹地鐵站、鑽石山地鐵站同埋黃大仙地鐵站交收嘅。咁我多數咧都會喺鑽石山或者黃大仙嘅，係啦。如果要咧就喺下面留低個電話同我講。咁或者你同我 comment 講啦，係咁樣啦，希望大家 like 我同埋 subscribe 我。如果要買就喺下面 comment 留言啦，拜拜。